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1年1月初8。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29篇，撒母耳上卷第16章第1节到第13节，提摩太前书第4章11节到16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上帝的标准。上帝呼召人的标准到底是啥物？是能力？是外貌，咱咧讲官强佮大汉，是大囝，还是啥物？咱先来看耶稣基督，伊安怎来呼召伊的门徒啦吼。耶稣的门徒中间有掠鱼的人，伊是劳工的阶级，检在伫当初时咧教育水平是较低，因为因无亲像保罗共款，因伫即个名门的下面吼，来受教育，有抽象的，即个犹太人看做罪人的人，根据犹太的传统，就是这食碗内洗碗外的歹人。然后耶稣学生内底有迄个冲动的，亲像彼得，总是掠做家己的意见真好。耶稣咧问啥物话，拢冲第一个去回答的，无一定对。有好人呢，彼得嘛是共款的咧。当伊性命受到威胁的时阵，伊就好人耶稣。要失败的，咱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犹太，就是讲，上帝知影伊的失败，但是主耶稣基督犹原互伊机会来军队来学习来改变，虽然伊已经失败。咱昨讲到即个保罗的呼召，犹太人怎样也无法度相信讲上帝会去呼召保罗成做传福音的使徒。好像像昨咱有讲到祭司阿拿尼亚，伊所讲的，伊是一个迫害教会的人但是上帝却使用伊。上帝甲阿拿尼亚讲：做你去，伊是我所拣选的器具。要保养我的名伫外邦甲国王以及以色列子孙的面前，我也要互伊知，伊是因为我的名受偌济的艰苦。所以上帝捌保罗，上帝了解伊，也安尼来呼召伊成做外邦的使徒，这是非常清楚的一项代志。咱搁倒转来看今日的经文，上帝拣选大卫，并毋是伊的能力，乃是伊的心吼。咱看见伫即个撒母耳上卷17章，当以色列人咧面对即个非利士军队歌利亚的时阵，大卫安尼讲：你来拍我是用刀枪，但是我拍你是奉上主万军的君王的名，就是你所藐视迄位以色列军队的上帝。当上帝要将你交伫我的手中，我要拍败你，斩你的头。我要将非利士的士兵的尸体等互遮的野鸟、野兽来食。安尼普天就知以色列有一位上帝，遮每一个人拢知影上帝无需要刀枪来拯救伊的百姓，伊是战无不胜，伊要将恁交伫阮的手中。这是撒母耳上卷17章45节到47节的经文。大卫因为非常单纯的相信倚靠上帝，这是上帝呼召伊的一个真重要的原因，就是咱讲是内心啦吼，毋是迄种强壮勇也是缘投的外表啦吼。这伫亚西的家庭内底，咱咧讲的选秀会中间，这个撒母耳感觉真安尼困扰的所在。伊咧想讲，是咱上帝无爱高立迄个官强、佮大汉、佮成熟的大囝，还是其他的囝，却着爱等即个上细尾
伫外口转来了才要献祭。答案就是伫撒母耳上悬17章，咱拄则讲的即段的经文的记载。当以色列人面对强敌非利士甲歌利亚的时阵，上帝早知影迄个人，倒一个人会通面对即个困难的时阵，犹原会当有好的反应以及好的决定。虽然撒母耳毋是遐尔清楚的了解，但是上帝甲伊清楚甲伊讲，无伫看伊的外貌容貌甲伊的身躯的大汉，即个人是我拒绝的。因为耶和华看无亲像人咧看，人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啦吼。所以这是上帝的标准，上帝无看轻年轻的大笔，看重伊较无倚靠上帝的心。这个是上帝的标准啦吼。就连伊得罪上帝，上帝来警告伊的时阵，伊犹原诚心来悔改。甚至到伊即个晚年的时阵，上帝禁止伊来起造圣殿，伊犹原顺服。上帝看重即个心，这是上帝的标准啦吼。年轻毋是罪呢，但是咱若准因为年轻来拒绝少年人来服侍，就违背上帝的旨意，迄毋是上帝的标准，咱就违背上帝的呼召。昨咱有提到讲，撒母耳甲即个保罗的受呼召的是，撒母耳伫圣殿听到上帝呼召的声的时阵，其实还足真少年啦吼，还阁真少年。大比受到膏立的时阵嘛是真少年。伫今仔日个经文，咱也讲到一个少年家啊，即个就是提摩太。上帝伫伊真少年的时阵就呼召伊，所以保罗甲伊讲，无得因为你少年，互人看轻，着伫讲话、伫行做、伫仁爱、伫信、伫清气、做信的人的模样。着滴伊读册、劝勉、教师，到伫我来。你的内心的温顺，对先知的话甲长老会换手来互你的，你毋通忽略。你着滴伊专心伫遮的事，互你的进步显明伫众人。着谨慎你本身以及你的教师，常常关心伫遮的事，因为安尼行，就要救你本身甲听你的人。所以保罗并无因为提摩太少年来拒绝伊的服侍，伊颠倒接纳伊，来训练伊、劝勉伊、坚固伊，互伊伫服侍顶悬有信心。迄句讲毋通叫人因为你少年来看轻，这毋是一个骄傲的话，是一种呼召的自我肯定，是顺服上帝的呼召，是一种的提拔，是一种的传承，是一种的训练，是一种的肯定，是一种的互少年人机会。我相信这是现代教会所需要积极学习的。伫经文讲长老会换手互你的，就是讲伫制度内底犹原安尼来互遮个少年人有服侍。因为无人生落来到某一个年龄，就家己主动会晓服侍啦吼。教会需要互遮个伫这少年的服侍中间，互因机会来甲因互因受训练，来互因学习服侍，将来伫教会服侍中间，咱才有传承，才会下伫上帝的标准甲上帝的呼召。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1月8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29篇，撒母耳记上卷16章第1到13节，提摩太前书第4章第11到16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上帝的标准。上帝呼召人的标准是什么？是能力吗？是外貌吗？是因为他是长子吗？还是用什么样的标准？
我们先来看一看耶稣基督他的门徒当中呢，有渔夫，我们所谓的劳工阶级，可能在当时候他的教育水平也不是很高，他们呢毕竟不像保罗一样，他就从小就在这个名门的名师的底下受教育。耶稣的门徒当中有税吏，这是犹太人眼中当成罪人的意思，就是说在犹太教的传统里面，这些是吃里扒外的坏人啊，坏蛋。那耶稣的门徒当中有那个冲动的，像彼得，他总是以为自己的答案很好，所以就抢着回答，可是总是错误的答案哈。有否认的，彼得也是哈，彼得本身也是，当他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他就否认了耶稣。也有失败的，像犹大。或许牧师想要请大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说，虽然上帝知道犹大会失败，可是主耶稣基督还是让他有机会来学习，来得到改变，虽然他还是失败了。我们昨天在提到保罗的呼召的时候，犹太人怎么样也没有办法想到上帝会去呼召这个压迫逼迫教会基督徒的人保罗。就如同昨天我们谈到那个祭司亚拿尼亚所说的，他是一个破坏上帝教会的人，可是上帝却使用他。上帝跟这个亚拿尼亚说呢，他说你只管去吧，因为我拣选他来侍奉我，要他在外邦人、君王以及以色列人当中宣扬我的名。我要亲自指示他，他必须为我的缘故遭受种种的苦难。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真的认识保罗，上帝了解他，也呼召他成为外邦的使徒，这是非常清楚明白的一件事情。我们看到旧约，上帝呼召拣选大卫的事情，其实我们如果看今天的经文就知道了，那个上帝高立他，呼召他，根本不是因为他的能力，这不是上帝的标准，而是他的心。经文这样说在撒母耳记上卷17章45到47节，在描述大卫面对非利士人歌利亚这么强大的敌人的时候，他跟彼得表现是完全相反的。他说，你来打我是用刀、矛、标枪，但是我打你是奉上主万军统帅的名。他就是你所藐视的以色列军队的上帝。今天上主要将你交在我手里，我要打败你，砍下你的头，我要把非利士的兵士的尸体丢给飞鸟野兽吃，这样普天下的人就知道以色列有一位上帝。这里的每一个人也都知道，上主不需要用刀或矛来拯救他的子民，他战无不胜，他要将你们交在我们的手中。大卫是凭借着很单纯的信心，信靠上帝，是上帝呼召他的一个原因。这是内心，而不是强壮的外表或是英俊的外表。在耶西家的这个选秀会中呢，让撒母耳感到困惑的是，为什么上帝不高立那个长得很高很大成熟的长子或是其他的儿子们呢？答案就是在撒母耳记上卷17章。当以色列面对强敌非利士以及歌利亚的时候，君王他的哥哥们都打退堂鼓。上帝早就知道哪一个人在面对急难的时候会做一个正确的选择，有正确的反应。虽然撒母耳不是那么的清楚明白的了解，
但是上帝却告诉他说，不要看他的外表和高大的身材，我没有选他，因为我看人不像世人，人看外表，我看内心，这是上帝的标准。上帝不看轻大卫的年轻，而是看重他渴慕倚靠上帝的心。就连他当他这个得罪上帝，上帝来警告他的时候，他就有那种诚心悔改的心志。甚至当他年老的时候，他想要为上帝建筑圣殿，上帝拒绝他，禁止他，他仍然甘心的顺服。这是上帝的标准哈。年轻其实不是罪，但是我们若是因为我们的同工年轻的拒绝他们服侍的时候，就违背了上帝的旨意，违背了上帝的呼召。昨天我们提到的撒母耳，当撒母耳在圣殿听到上帝呼召他的时候，其实还非常的年轻。大卫受膏立的时候，其实也是非常年轻年纪还很小今天的经文也提到一位年轻人，年轻的同工提摩太，上帝在他年轻的时候呼召他，因此我们看到保罗这样劝勉他，别让人小看你年轻，无论在言语、行为、爱心或信心上和纯洁上各方面，都要做信徒的榜样。你要在宣读圣经、讲道和教导事工上面多下功夫，直到我来。不要忽略了你属灵的恩赐，这恩赐是借着先知的预言和长老们的按手赐给你的。这些事你要专心一意的去做，让大家看出你的长处。你要谨慎自己，对你的教导也得小心，要有恒心做这些事，这样你就不但能救自己，也能救你的听众。保罗并没有因为提摩太年轻而拒绝他的服事，反而接纳他，训练他，劝勉他，让他在服事上有信心。那句话说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其实不是一个骄傲的说法，而是对呼召的一种自我肯定，是顺服上帝的呼召，是提拔，是传承，是训练，是肯定，是给予机会的。牧师相信这正是现代教会所需要积极学习的态度，因为没有人生下来到了一定的年龄就一定会服侍没有的都需要经过训练、磨练，慢慢的成长。教会需要在孩子们年轻的时候给他们机会，让他们能够受训练，有机会学习服侍，将来在教会的服侍上面，我们才能够有传承，这样才能够合乎上帝的标准，上帝的呼召。